来看台经院早起发布上新的景气调查，8月份的制造业、服务业甲营建业表现了拢无介好哦，可能是政府打房的关系，营建业的表现上歹，制造业的厂商嘛对未来半冬的景气看法较悲观。台经院是表示讲，美国联准会要降利息，对咱的传统产业会受惠。 今年顶半年，台湾房市出现计量拢起来状况，加上各银行伫不动产贷款集中度较史上第4悬，反而引起金融危机者风险。央行祭出第7摆信用管制措施，也提悬存款准备率。二案很多就变得通案嘛，那我们再来排除。哦，如果你房子是继承来的，你名下过去确实没有不动产贷款的记录的话。 哦，那我们就会排除到这个部分。台经院专家指出，目前伫公共银行当中，若是第2号贷款，房贷利率拢有3%以上，预期第4季房市会出现处还量久的状况。烦恼政策副作用扩大，央行总裁杨金龙昨接受立委质询的时阵表示，会伫1个月内赶紧提出配套措施，让今年团产业者苦等待春延来。台经院专家认为，春天毋是无够，只是较慢。 加上美国联准会降利息2倍，所以团产业者有希望对你受惠。现在降息，而且降得这么快，带来的资金效果可能会带动，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投资、消费大幅的扩张。所以我想，对于我们台湾的传产来说，它是非常欢迎这个消息。对国内经济成长率预测，台经院院长张建认为，会落伫3.8%到3.9%之间。预测未来10年，台湾经济继续有好的光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